欢迎来到金曲奖音乐交流会的现场，欢迎莅临 GMA 哈卡34 2023年金曲音乐交流会的现场。首先呢，我们要邀请入围第34届最佳客语歌手入围的所有的朋友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出现欢迎山狗太乐团，欢迎山狗大乐团。 太好上个拍，同欢喜今日伫遐同大家分享爱到嘅音乐，希望大家会喜欢。 接下来分享王宗伟 with。 我的口沫，讲slow mo，客家人正讲，客家界先锋，三伏爱做到，强作双方先会。我的口沫，讲 slow mo，我是就是爱做，我是最好做，切得出五刀，切得五大双，爱到心都动枪。我的口沫 now，my go kill more letter， 日日就 set 目标。 Climb that shit like ladder， 经典的红毛高，全部种种水准，人生路八八条，世界对都水准，种种 keep it celebrate， 电工机从必须见，统统 free sit 地头前，猜你全部 conquer， pen and tears evaporate，all the war we penetrate，might go hard yet I have faith，might go worldwide don't know yet，go on free sit initiate，write this story on the page。 Mother tongue elaborate, easy lay up, open break. You phones turn that AC off. 从门打开天一号，心情让速度天天上，种种一出上天天唱。I'm on the go mode now, might go kill more letter. 日就是 same 目标，我 climb that shit like ladder. 经典的红毛高，爱狗跟放心为准，人生路八八条，天界对都最准，天界对都最准。 天界去控最准，天界机会最准，他们天界上攻最准，尤其是家家很准，尤其是上去
my foot，去拍马经验 my foot， 梦一堂街对梦水准。接下来欢迎米莎。心里幾多蒼滿嘅生死地圖，三千萬扎幾條鬼面入定愛。心情幾多細膩嘅一處地圖，三千萬扎幾條鬼也見馬入來。空氣前一條黃煙，天空一記天光影，風一浪漫共情都給你回憶。空地將渡邊也渡，落水點比水不渡。三地在的一滴一眼，才到了一絲冰歡迎汪子健。多希望唱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相愛出門 travel the world I missing all my bro find you 世界內一 day by day I miss the feeling to share my story from my living 某一個街會所 I always dream about it 荷蘭意大利 also Mexico 荷蘭意大利 also Mexico 荷蘭意大利 also Mexico Can I fly? Mexico, yeah. I cannot fly to Mexico. 谢谢，我是王子轩。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给今天所有精彩表演的歌手朋友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各位现场的朋友、媒体、各位音乐人，大家好，我是罗文玉，我是罗文玉。哇，刚刚所为我们演唱的呢，就是今年入围金曲奖30世界最佳行业歌手奖的俺的歌手，精彩嘛，电神哈。俺的音乐呢，其实多样多丰富，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再一次担任我们客家音乐交流会的主持人。其实我今日斜杠18斤重啦，哈，不过有点鼓励好冇？哎，刚刚冲过赶过简单对吗？哦，我觉得唱歌比较容易一点。那我觉得在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棒的数字，就是今年俺的客家音乐对金曲奖里边呢，总共入围了9件作品，那囊括了19个奖项。我们给所有的入围者一个鼓励，恭喜你们！啊，今年呢，其实对俺哋当中呢，我感觉到当中有老将呢，也是不断的开创新局。那新秀呢，也是发威不得了，很厉害。所以呢，我觉得让我们客家音乐持续的往前，而且越来越壮大。那我觉得今天现场有这个盛会以外呢，俺哋对俺哋网络嘛可以直播，有哪些网络平台呢？替代有俺哋客家 VNV 的脸书，还有 YT 的直播哦。那还有呢，我们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的脸书嘛有直播，还有 Live Music 也直播。除了现场，我们一起来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做得冇？啊，天爷呢，感謝。他講咯，內有10多好食的東西嘛。
单像有耳福，还有口福哦。因为呢，俺的艺人食堂的林家伟老师呢，他特别，你看很厉害，他用了什么呢？金黄色的食材，金黄色的食材，为9件入围的作品，用他们的专辑概念所延伸出来，创作了这精心的甜点。我们给林老师一个鼓励，谢谢你。感谢感谢。啊，所以呢，我我介绍对俺的地度呢，有俺的音乐人，还有所有的贵宾。好，首先呢，我们要欢迎的是严志文老师所领衔带领的三九太乐团，还有 Rita， 恭喜。还有俺的声翔乐队林声翔老师，还有俺的郑钧，恭喜恭喜！哦，我们方文山老师，恭喜！欢迎来，客家飞人飞的杨崇正助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董事长黄玉玲黄老师，还有执行长梁旭伦梁哥。还有我们的知名音乐创作人，还有制作人丁晓文老师，还有我们袁永新老师。稍后呢，俺们分享俺们小豪柯世豪老师，还有童根生乐团。好，我们再欢迎米莎再次入围。我们再次欢迎黄子轩，还有黄爸爸、黄妈妈。董三对哦，伢来归厉害哦，哈，有牛逼哦。还有呢，邱叔，还有妈妈白梦玲女士，再来还有每一次发片呢都有机会入围的彭博义，哇，恭喜恭喜！还有这次客家新秀王中伟 ，V， 哎，哦，佩乔也在我们的当中哦，哎呀，我们也欢迎他。好，我们新世纪这个大家长，我们欢迎翁董。对，那还有 Flying V 的品牌经理吕代华，恭喜恭喜！哎，我怎么讲恭喜啊？应该说欢迎欢迎呢、啊、哦，真的是哎，好像是因为我穿这样有点像，哎，你今天穿这样好像新郎哎，有没有？就是哎，欢迎啊，请问要酒水吗？对，我们欢迎资深媒体人宋志明宋大哥，欢迎。还有 NPCC 的音乐策展人蓝文俊。还有飞鹰娱乐的陈凯伦，凯伦哥，欢迎欢迎。好，接下来呢要邀请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的大家长，然后呢他是客家委员会的掌舵手，本身呢也是一个作家，而且呢是资深文青，好不好？用热烈的掌声，分享客家 VIP 的杨崇正主委，杨长正主委为我们上台讲几句话。主持人哈，我有哎，越来越引导啊，嘿嘿啊，采访俺哋音乐界嘅先进，还有所有嘅创作者，歌唱家，所有共同来祝贺客家音乐嘅所有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俺哋当然哈，除了期盼金曲奖入围嘅客家创作者实现的一个庆祝会、交流会啦，吼。历年来，俺哋客家金曲奖嘅参与，一年有进步啦。去年可以讲係历年来哈入围奖项千多，入围嘅作品也千多。去年係9項作品，21項嘅入圍嘅獎項。今年係同樣嚇9項作品，入圍19項嘅獎項，差到2項啦嚇。但是以歷年來講，你可以講嚇，你從那個曲線嚇，綁到會進入高原期嚇。但是我希望永遠唔會進入高原期，永遠會一直向上嚇。你向上嘅空間到哪呢？就係講。你除咗入圍那個客家嘅獎項以外，你入圍一般性獎項嘅作品也見來見到嚇。假使講嚇，你將
各项母语不同的语言奖项当做小联盟啦，哈，一般的奖项，你去当做大联盟哈。我看到你客家的作品，全部业余的都是在牛棚准备进入大联盟哈，也本来就已经到大联盟诶。到了特别我先做好工作，你所有的音乐工作者，你都长远的努力，本客家文化越来越精彩。做老太嘅報告啦，嗬，客家委員會從成立以來推動客家文化工作，我認為呢當中最成功嘅就係客家音樂。但是呢，客家音樂嘅成功唔係客委會自家都要出力天天，所有創作者按用心，亦更加重要。當然來，呢個老文化部共同來舉辦客家流行音樂嘅大賽，呢個舉辦世界客家歌唱大賽。呢當中比賽得獎嘅創作者，一隻隻嘅呢，在金曲獎當中來入圍，一隻隻向上成績更來更好。所以你提供舞台，但是呢，他家在舞台上要盡全力來表現，因為呢係非常難得嘅嗬。我看一下小抄啦嗬。家講到太連綿、少連綿啦嗬。其實呢年來，你也越來越發現就講，原來都太連綿嘅人嗬，開始要唱客家歌，或者講喺在佢嘅音樂當中融入客語嗬。今年非常特別咧嗬，其實從去年開始嗬，文玉同彭家輝嘅合作開始也推出其他地位客家音樂嗬。彭家輝很多小巨蛋衝兩數嗬，譚光想去拍一場全部客語嘅小巨蛋係冇？係啊，我把他推入客家坑，他就走不了。推坑嚟哈。當然原來在商業市場上，佢有空間嘅歌手來加入，因為呢表示講客家音樂，大家共同經營嘅成果，本大家知道講客家音樂係有非常好嘅表現嘅空間，值得大家來挑戰。客家音樂不單止係純客語嘅音樂，大家越來越多機會來談到，包括客語在內，可能有華語，可能有河洛話，可能有原住民話，及強下融入式嘅多元嘅客語創作，也見來見常見。所以我都了特別呼籲你希望原來都大聯盟嘅嗰度好朋友假使講伢爸爸也係伢媽媽。也係兩三人，就係客家人咧。我係邀請來參與客家音樂嘅演唱、老創作。猜錯方文山先生談過嘅行業，江西贛南。我高中呢個老師係龍南啦，所以我從細從後生就有談到江西嘅客家話。我記得頭擺到立法院談到車成總。仲裁中央銀行仲裁佢大概到立法院兩人回答嘅時間，佢全部講價嘅關於所以我記得喺洪秀柱也葛雨晴談唔實，就講仲裁能不能麻煩你講國語，我們聽不懂。我們的總裁呢脖子一拉，我現在所講的就是國語。我印象深刻，我當國會助理非常驕傲他的母語這題外話，所以我剛剛是提到說，如果你的爸爸或者是媽媽是客家人，我希望這些已經在歌壇上的現役的歌手能夠來參與客語歌曲的創作或演唱，這個應該是講給方文山跟他的合作夥伴那個周杰倫聽的啦那麼爸爸媽媽都是客家人，那自己就是客家人，我也歡迎你來唱所以我就點名 HBA 啦，對不對客家人嘛，來唱客家歌那麼像這個王中平的女兒王中平其實客家話有一點點落後了但是基本上他還是熱愛客家音樂說王中平的母爺王若琳，然後魏如萱從茶金開始
王志平，对不起哈，王志平，啊，可见我跟音乐界好像不是那么熟，在装熟的样子哈。此时哈，给2、3年哈，前脚已经踏进来了，哈。而你希望讲客家音乐两只范围哈，越来越受到不单止你客家乡亲喜欢，这只音乐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喜欢。这只音乐唔係為到客家人嚟創作，係為到全台灣嚟創作，係為到所有喜歡音樂嘅人嚟創作。呢一年一年看下來，看到有咁多好嘅作品，感覺到非常嘅安慰。但是我相信，咁願意投入啊，呢只兩位來好好耕耘努力嘅人，從一開始就以母語為用，一開始就以音樂嘅創作為用。呢種嘅精神嚇，我認為在台灣嘅商業化嘅市場當中係非常難得。非常值得尊敬嘅，我更加歡喜嘅係越來越多元嘅創作，不同嘅風格日出現所以客家音樂圈雖然呢，知道人唔該多樣嘅但是一年有成長。不過呢，音樂嘅風格也一直都嘅變化我相信一年你繼續努力，會看到越來越豐富嘅成績大小聯盟的界限可以打破啦，客家音樂絕對唔會輸贏，強下來打台聯盟。好，感謝大家安子聲。多謝注意，對我哋客家音樂嘢按多鼓勵，注意要搶留配下，另外客家應該要慶祝哈，因為按重要的時節，榮耀的時刻就要一起來舉杯歡慶。那我們特別呢，不僅主委呢，我們邀請在座的貴賓，我唱到名的貴賓一起上來，馮文山先生上台，歡迎。王韻玲先生，黃韻玲老師；丁少文先生，丁小文老師；梁旭倫、梁執行長、梁啟倫先生；袁永新、袁永新先生上台。我們請工作人員遞上我們最近很夯的一款飲品，董厚林董站的哦，也給呢係呢酸柑啤酒，我講你捧柑啤酒嘛可以啊，柑橘啤酒都可以，浪漫我也有嗎？OK 好。董厚也已經係對口的已經點咩啦哈，我們一起來舉杯歡慶金曲3試，客家有本事，站隊哦！來，啉早鐵早鐵，哇，要喝，隨意啦，俺哋多車注意，還有俺哋所有的貴賓對俺哋，看前面哈，看頭前的翕相嘅哈，來。好，多謝注意，還有所有的貴賓，給我們客家音樂人滿滿的祝福。所有的貴賓請回座，多謝。看後背哈，後面的媒體朋友，好，來看頭前啦哈。歡慶金曲，福杯滿溢，早鐵禮貌。也可以知道其實對路卡，本來我買原購呢，結果買槍嘅點樣咯？看後背哈，那個笑容哈，有，黃老師，多謝 ，OK， 謝謝諸位，還有所有的貴賓，給我們滿滿的祝福。那這邊要這個順帶一提啦，其實全台灣現在全家有4100多間店，都可以買得到浪漫台山縣由這個周圍的一些道地的食材所創造出來的12種的產品，這種的產品可以從白天吃到宵夜都可以。好，接着呢，我們要進入到第一個非常重要的頒獎的環節，bản thi獎項就係呢34屆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曲獎。那我們要邀請到這位重量級的頒獎嘉賓，他是天王天后御用的作詞人，本身呢又是電影導演，又是作家。那再來呢，我覺得俗話說得好，薯條遇見番茄醬，美味升級無法擋。傑倫遇到方文山，華語經典重如山。歡迎方文山，為我們說幾句話。文山老師，為我們帶來這首《青花瓷》。好的，然後很榮幸可以受邀參與客家音樂，然後金曲獎的一個交流會。
我爷爷是来自江西的赣南，然后客家话可能单字吧，几个单字稍微听得懂。我觉得很不容易啦，因为客家的一些音乐人，然后还有前辈嘛，林声祥跟严志文老师，就是说，因为我看维基百科，客家人口海内外的人口大概8000万，然后台湾的客家人口大概400多万，就只占了1/20而已哦。但是他对于这个世代的流行音乐的贡献却绝对不止1/20。我觉得这个很悬殊，就是说，如果你要拍以10集为单位的一个客家这个世代的一个流行音乐史的话，可能它的篇幅就占了8集了。然后如果你要出一本客家流行音乐史的书，可能它的篇幅就占了80%了。就是说，这1/20的一个力量是台湾客家的荣光，因为它贡献的不止1/20，就以全球客家民系的这个族群的人口数来讲，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那今天可以担任这个颁奖的一个嘉宾，那我觉得蛮与有荣焉的。还有谢谢主委的邀请，然后还有小林老师、丁小文老师，还有各些对客家有努力的一些先进跟前辈们一起参与。那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文山老师。我想问一下，周杰伦早年写一个双节棍，里面有一个“这么改”，它是客家话吗？还是？当然是啊，这个就是仅限的几个单字，什么“内拱”啊这种。好，我们这个欢迎这个可以。文山老师有机会可以入主我们客家，用你的文字带来极大的力量，文化的推广。好的，没问题。好，你说的都有录影存证哦。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隆重的颁发金曲奖第34届最佳客语歌手奖入围的作品。我们先看第一位，最佳客家歌手奖。Voice 购梦上传乌拉有限公司。我欢迎王中维 Vis 上台，王中维上台受奖。Vis 呢，他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人，这是他第一种哈尼专辑包，一创作一发行就入围这个奖项，而且他们是音乐世家。雅哥哥他的哥哥是美秀集团的鼓手哦，很好很好，我们一起来受奖，请文山老师帮我们受奖。我们恭喜王中维 Vis。我们看 Contention， 看前面，我们看前面完了，面对舞台的右边，眼光我们往右边扫射一下，放电一下文山老师，对，然后看左边，舞台的照片。OK， 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恭喜王中维 Vis， 恭喜。沙伦呢，来看听一个日语的作品，我们欢迎来看第二个入围的作品。Misa 夜落路停我们欢迎米莎上台受奖，欢迎米莎上台。他睽违3年的这个作品是鱼罗，那鱼罗是客家话是什么？瓜牛的意思哦。好，而且呢，他曾经也得过第31届的最佳客语歌手奖奖项，他入围这个奖项已经入围第4次喽，非常的厉害。而且我觉得他的音乐呢，就是跟他的人一样，越沉越香，越来越有味道。我们看，我讲这些话，我们就是眼光自行扫射，谢谢，好不好？放电一下，来看前面，宽条线，宽 U 片。宽左片，我们恭喜米莎，请在舞台后方留步。沙伦呢，看海联日语的作品，我们看下一位入围的作品。林玉婷、杨凤瑶，三九泰乐团。我们有请林玉婷三九泰乐团林玉婷。他多年的跟随39泰乐团的主领精神领袖严志文先生后引工呢，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之路。而且呢，他也同时主持电台、电视，然后呢也是配音员，是一个经营客语音乐多年，终于入围，恭喜玉婷 Rita， 恭喜关条线。看中间、左边、右边。好，我们再一次恭喜玉婷，还有3国大乐团，恭喜。沙伦呢，来看海联日语的作品，看下一位入围的作品。王志贤、
客家的客服卡，惠顺的客服卡有限公司。我们有请黄子轩上台授奖，还有黄爸爸妈妈一起。黄子轩与三平快呢，我想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对不对？也是金曲奖入围者的一个常客啊，而且呢，他们以乐团的姿态得过2次最佳客语专辑的这个奖项，非常的厉害。听说子轩最近也在录制他个人的客语作品，希望赶快跟大家问世。恭喜之前，恭喜王爸爸、王妈妈，这个黄爸爸本身呢也是客串的演员哦，他有去茶金客串一个角色哦。我们看中间来，你看很想红啊，这个爸爸，哇，非常好。我们客家就是需要这一种人才。好看左边，看左边。好，我们看右边。感谢，我们请子轩和爸爸妈妈在后面请留步。最后一个呢，哇，我们来看这个也是跟我非常有关系的一个作品。来看入围的作品是。行家艺啲劇行做嘅夢，聽上門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彭佳慧的首张客语专辑，然后呢，他自己就贡献了4首歌，然后呢，这里面的乐风以 Lo-Fi 为基底，加上爵士、民谣，还有一些把Bossa Nova的元素放在这里面，成就了这一张作品，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因为呢，彭佳慧本人现在不在台湾，没有办法来领奖，那我们呢就来看这个影片，他来跟我们问候一下，我们欢迎这个影片来观赏一下。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彭家輝。今日真的非常的榮幸可以有雅吉飛上台領這個獎，謝謝客委會。在客家的領域裡面，我的確像一個新人，開心的在這個客語的創作當中，也非常榮幸的這一次可以跟文玉一起努力的这张客语专辑被金曲奖听见。那今天因为我要工作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到现场领奖。但是真的，我的心与大家同在，我也非常荣幸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客语歌手们并列在一起。恭喜大家！待会就麻烦我帮我领这个奖，斗掐客委会，斗掐泰嘎。好，就请彭佳慧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小弟罗文玉来代为领奖。谢谢方文山。首先我要谢谢我的没有那么多人，我们这个有请方文山老师我们一起到舞台中间，我们一起来拍个大合照。来，老师你站中间，那其他的朋友就被我们包围一下。好，我们往右边移动一点点，往右边移动一下。好，我们来看，好，先看前面的。可以吗？我们请山口大乐团所有的团员也一起上台，好不好？来，有请山口大乐团所有的团员，这是你们的荣耀时刻，一起来分享。向他来分享要永有个时间，上台，向来翕相，留下是历史性的一刻。好 ，OK， 我们重新来一次哦，来看头前。好，那我们看前方的媒体朋友们，正前方。好，左边。好。看右边。好，看正前方。哦，前面还有。
好，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所有的入围者，还有谢谢方文山老师，所有的嘉宾请回座。好，刚刚呢，节目一开场呢，由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的入围者做了一段完整的演出。那接下来呢，今年Nivy 34屆最佳客语专辑奖，还有年度专辑以及最佳客语专辑的所有的歌手要串成一段这个表演。我们首先欢迎秋叔。太时啊，哦，叶落叮叮嗦，上海太平港，一程程前，安好安好，一眼个西风，提发天宫。彭博义，从不一定一天容易的 summer， 高山钢铁 everyday 的 summer， 不会听，不会听，日思思，日思思，从不一定天容易的 summer。不会听，不会听，日思思，日思思。哈气不是哈气耶，老外母康俺们照顾耶，不是哈气，不是哈气耶，都是 LA 叫你习惯耶。什么努力，什么努力，大家都会这个意耶。
们欢迎罗文玉玉哥。耶！带来这首歌曲《归来》。爱爱的路边窗，含醋的芬芳，又来到爱熟悉的地方。时间用掉光光，经过啊一道秋冬，台北以后从未让家乡。归来，点一盏窗下的风。强强从一束光，送阮离家的朋友添笑容。风茶慢慢的行，来来去去的人，零落的暗手掌已复返，点情的暗不夜。向下去脚踏擦，你的流派有时含杂果酱，风茶慢慢的行，来来去去的人，零落的暗手掌已复返，点情的暗不夜。向下去脚踏擦，你的流派有时含大果酱，你的流派有时含大果酱。再一次给我们热情的掌声！哇！刚刚以上这一段表演呢，是今年一位最佳客语专辑还有演出专辑的歌手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好听吗？等真好。好，所以呢，接下来就要颁发这个奖项，就是第34届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及年度专辑。那要介绍这个非常有这个分量，身形不是很重，可是他音乐的分量很重。我是听他的歌创作长大的，比如说以前《青苹果乐园》，对不对？还有呢，林忆莲的《爱上不回家的人》，对，包括歌神。大家好，我是张学友，让你别啊，不像没关系啊。接下来呢，他非常厉害哦，而且许富凯的第一张台语第一座金曲奖，他其实入围70位，但他帮他摘金的就是有老师帮他制作这张作品。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丁晓文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说几句话。好，诸位各位来宾大家好哈。我今天很荣幸来到这边这个受邀颁奖哈。虽然我好像跟客家族群的音乐好像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这几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听了非常大量的客家歌曲，我觉得太令人惊艳惊喜了。你们真的是很精彩，很精彩。那尤其这几年出了很多的客家的这个音乐创作的新生代，好，本身唱的也好，然后创作也很好。我觉得国语歌坛要赶快加油了，好，要进步一点哈。然后呢，今天在现场也很开心啊，看到一些老朋友，声翔、颜志文老师，哇，很多年没有见了。然后也看到很多的新生代佩乔，很棒很棒。我觉得今天我来这边很荣幸。然后刚刚主委说啊，就是这个父母如果说我们血统有客家的血统的话，希望都要加入这个客家的创作阵营嘛，对不对？我爸爸妈妈都不是客家人，但是我有很多客家朋友。主委，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加入客家的创作阵容？可以啊，当然可以。哇，真的有朝一日，希望期待可以成为这个客家的这个音乐人之一啊。好，因为这个我看客家的音乐蓬勃发展，真的也有一点点手痒啊，心痒痒哈。希望我的朋友能够栽培一下，谢谢。好。
好，谢谢丁晓文老师给我们的鼓励。那我要更正一下，接下来颁发的3个奖项呢，是一个最佳装帧设计奖，另外一个是最佳乐团，还有 T 场妹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好，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要欢迎第一个奖项呢，就是入围年度最佳装帧设计奖，入围的是最佳装帧设计奖，吴嘉玲功夫卡夫卡山下名业有限公司。因为吴嘉玲不客气啦，我们请林声祥老师上来代为受奖，欢迎同样的神雄欣赏。吴嘉玲呢，本身是新一代的创作人、设计人，然后呢，她得过设计的影响，而且金蝶奖的肯定，特别要不要用神雄乐团的那种专辑《江湖卡夫卡》入围最佳装帧设计。我们来看前面，我们看左前方，我们看右前方。恭喜恭喜神雄、欣赏还有吴嘉玲、秦老师在舞台后方留步。3类呢，我来看 T 34届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我们先看入围者的影片。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何志豪编演转成术，好利家仔，创梦声优股份有限公司。我们欢迎柯志豪老师。柯志豪欣赏本身呢，他跨足戏剧、电影，还有各样舞台剧的，而且演唱会的音乐总监，本身呢也是非常难得入围，从金马、金钟到金曲，哦，人称这个行走的奖杯啊！哦，要得奖大家尽量抱他一下。老板，柯总，我们看舞台正前方哦，看前面的比较凶的哈。好，看左前方，看左片。好，我们来看右边。我们再一次恭喜柯志豪老师，哇，入围这个很大的奖项——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哇，请老师留步在舞台那边留步。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呢，入围今年第34届金曲奖最佳乐团。你比个朋友入围的是最佳乐团奖 ，A Root 洪建生编演转成术，好利家仔，创梦声优股份有限公司。我们欢迎同根生 A Root 上台。A Root 他们也是全球客家音乐大赛创作奖的首奖得主。他们第一张专辑《边缘转身术》呢，结合台湾多元的音乐的特质。持续的在地文化的关注，对台这块土地的关注，而且以都市传说为基底，而且他们不仅在台湾非常受到瞩目，而且已经在国际之间，他们的音乐的形态非常的特别，受到国际乐迷的注目哦。我们期待他们未来有更广大的发展。我们看前面的摄影机，我们看左前方，看左前方。我们看 U 片，看 U 片，看右前方。我们再一次恭喜 A Root 同根生，恭喜恭喜！我们在舞台旁边先稍后一下。3类呢，我来看一样是入围金曲第34届最佳乐团奖的，入围的是神雄乐队功夫卡夫卡山下名业有限公司。我们邀请林声祥老师、神雄欣赏，还有郑钧听阿磊，他的制作团队非常的强大，走的是国际的路线。每一次他们只要发片呢，都一听为你比，也的引用的央兄东来的客家文化，也把音乐带到国际。而且他们这一次呢是以卡夫卡哦，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就变形记有延伸，也是他跟钟永峰老师的第10张的合作的作品哦。我觉得非常的厉害，期待在今年的金曲奖有非常亮丽的这个成绩。我们看左前方，好，右前方。我们谢谢再一次大家感谢。我们请所有的入围者来到舞台的中间，来，老师一起跟丁晓文老师翕下相的，作为音乐朋友嚟到投钱，同大家翕相的。
好，今年呢，金曲奖第34届呢，客家音乐的这个乐风样貌都非常的多元，可以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客家的音乐，而听见让人感受当代的客家音乐的样貌，是非常迷人的。我的坤头前哈，正下方。我们看左前方，看左片，左前方，左前方。感谢今天所有的媒体来到我们现场。我们看正前方，今天媒体蛮多的，那希望呢让更多人知道客家音乐的实力。我们看右前方，好，收代码。好，我们看舞台下方。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恭喜所有的入围者，还有我们颁奖老师丁小文老师，我们请回座。谢谢，谢谢丁小文老师，欢迎加入哦。丁小文老师说要写客家歌，他其实应该偷偷写了吧？对，哦，真的，我觉得刚刚呢，从刚刚颁奖到现在，非常的看见我们很多的音乐人真的非常的努力跟认真，所以其实我心里面会蛮感动的，因为我在2年前领金曲奖的时候讲一句话，就是说，客家音乐若不要成为弱势，要拿出本事。其实我们是真的有本事，可是我觉得往往大家就没有给我们机会这样。所以今天也来了很多的媒体朋友，还有很多的策展单位等等的媒体朋友，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帮我们散播出去。未来有更多的舞台，更多的机会，让我们一展长才，可不可以？做得冇？好。三类呢，除了颁奖，还有乜个奖呢？除了头头还能创一个团表演，我都乜个呢？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还有乜个呢？年度专辑、年度最佳客语专辑，还有年度专辑，我们要邀请到真正重量级的嘉宾。我刚刚讲，客家委员会客家 VNF 的助理掌舵手，也是资深文青杨崇真助理，担任我们的颁奖人，也谢谢他对我们客家的文化，不论是歌手、音乐、艺术，还有各方地方的所有的文化的推广，非常的用心，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那我们朱比要不要讲话？要讲话嘛？让我冲过诶。我补充一下了哈，刚刚讲爸爸妈妈其中有一方是客家人，欢迎来创作。好，爸爸妈妈都是客家人，更欢迎来创作。好，你的另一半是客家人的，也欢迎来创作。你的好朋友有客家人的，也欢迎来创作。啊，你觉得你声音很美的，愿意接受挑战的，也来创作。哎，做对吗？啊，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想说，为什么又有一个江湖卡夫卡，对，又有一个客家卡夫卡。今天卡夫卡入围2次，我相信他本人也很兴奋。啊，那非常恭喜大家，我真的觉得今天真的很愉快。真的，我们谢谢主委，感谢。再来呢，要颁发我们第34届最佳客语专辑还有年度专辑奖。我们来看入围者的影片。年度专辑奖最佳客家专辑奖，叶落、米莎、陆婷、我。我们邀请米莎上台。这张专辑呢是以客语瓜牛为题材，以小见大的探讨哲理，随着瓜牛蜿蜒的纹理来展颜，吐绘出一幅融合时间与山海的图画。我们去看下方的摄影机，好，我们看左前方的摄影机，我们看右前方的摄影机。我们再一次恭喜米莎能够夺得佳绩，谢谢。沙伦呢，一款海的一笔嘅作品，我们看下一个入围的作品。Waiting a present for hiệu數、秋樹，好有感覺音樂事業有限公司。我们欢迎秋叔上台。这张专辑呢，电路就在伴手礼的意思，做客时呢带去馈赠的礼品。那我觉得以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去探讨人性、爱情、单向的关系或双向的关系，然后提出从音乐当中提出转念还有提问，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民谣作品。而且这张作品呢也获得金鹰奖的肯定，恭喜秋叔。
这个猫叫啊，好可爱。我们看舞台前方，这是求偶的意思嘛哈。我们看舞台左方，右边看到了啊。那我们看舞台的左前方。 好，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我们恭喜秋叔。接着呢，我们看 HiV 1V 嘅作品。杨凤瑶、林玉婷、三九泰乐团。我们欢迎严志文老师、严志本先生，还有三九泰，还有林玉婷，整个团员三九泰乐团一起上台受奖。山口大乐团呢？ 以传统民谣结合现代的创作，在编制的方式呢，创作出一个新的声音，特别加入了10几位的这个弦乐手，还有1位双簧管的演奏家，让他们的音乐的层次更加的丰富，聆听度是爆表。大家可以来聆听这张专辑《严风谣》，演朋友，来自于山口大乐团。我们来观头先，好看台下的摄影师，对他们的衣服有特别精心打扮哦，也是客家的这种染染的一种设计，非常的好看。 融入传统，结合现代，跟他们的音乐一样，如此的迷人。我们来看右前方的摄影机。好，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来恭喜三九太空团，恭喜恭喜！接着呢，我们来看下一位入围者的作品。 客气唐宝一，文乐 music 国际事业有限公司。我们欢迎洪博义、白衣上台。博义呢，当然有看到他现场的表演，是融入现在 R&B 啦、电子音乐呢，而且呢，看他长大，也越来越放得开在舞台上，他的音乐越来越有煽动力。 而且呢，也希望呢，在今年能够获得佳绩，而且在未来客家的音乐里面呢，能够提出更多厉害的作品，来向世界宣告：我是彭博义，我是彭白义。好，看到哈，看前面，看左边，看右前方，右前方。好。 再来看正前方舞台下方，主委、主领看还有翕到了哈，有冇？再一张，再补翕俾你哈。看伊咧，看头前。好 ，OK。好，那接着呢，我们看最后一位入围者的作品，来自于彭佳慧。爱音乐堂做嘅梦，行咖啡。 太上文文化传播有限。彭佳慧呢，在第8届的金曲奖获得最佳新人，在27届获得金曲奖华语女歌手，而且呢，这是她第1张客语专辑，有机会成为金曲奖双语歌后的地位。那今天她也不客前来，我们欢迎制作人罗文玉来带领这个奖项，有请罗文玉。 用靠solo 重演，用來追溯奇妙嘅高快遊嘅。我们也请所有的入围者来到舞台的中间，跟杨祖伟一起来合影合照。来 Hibla 兄的历史性的一刻。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会呢，也鼓励所有的音乐创作人继续下高度各位，都是很好。我其中间啊，上剁手呢。 好，可以哈，来，严老师啦，严老师，来，好，来，好，还能先宽，舞台下方，看左前方。 右前方，好，看舞台前方，我们给所有的入围者还有主委一个热情的掌声，也
恭喜所有的入围者。好，感谢助比。好，那接下来呢，舞台上的入围者，主委请留步。我们呢授奖典礼到这个地方已经结束，不过呢要再一次邀请今天所有的嘉宾还有入围者一起上台拍一个超级大合照。我们欢迎新世纪的来老总入围者先上来，入围者子轩、子贤、童根生、柯志豪、小豪老师、陈明雄、欣赏 ，OK， 黄宗维。Please， 先入围者先入围者。陈秀欣，让去跳线，跳线。好，陈秀。好，先入围者，好，来，我们主委往右边，大家先往右边移一小步。主委呢，先跟所有的入围者呢一起来拍个大合照。一起吗 ？OK， 等一下。好。哇，主委跪了，我们是要一起跪。来，一起看前面来，宽条前，往右边走一小步，请大家往右边一小步。好了，宽条前了哈。金曲3式，客家有本事。好，我们看左前方，这是我们今年所有的入围者站在台上，看见客家音乐的力量。好看你前方，正前方。